出社會以來，你有冇試過安安靜靜咁睇完一本書？返工返到冇晒靈魂，一放低部電話就眼瞓，想學嘢又話俾自己聽冇時間。買落嘅書10本有9本睇到第3章就收埋。呢度係欲求懶知識，我哋做嘅嘢好簡單，將一本厚到揼死人嘅書先拆解再精煉，用1程車嘅時間，以最懶嘅方式攝取最精華嘅部分。你唔使睇晒成本，你只需要精明地懶就可以。準備好未？我哋出發。喺一場飯局、一次傾偈入面，總有一種人，佢一開口，全場自然靜低望實佢；又有另一種人，一樣咁有料，但係講完好似冇人記得佢講過乜。兩個都唔笨，分別喺邊？我哋通常一句就打發咗嗰個天生有魅力咯。但係有一本書話你知，魅力唔係天生嘅命，係一套拆得開、連得翻嘅嘢。今次我哋拆解魅力學，作者奧利維亞·福克斯、卡本尼 （Olivia Fox Cabrini）。佢喺硅谷、聯合國、哈佛都教過高層練魅力。佢一句就拆穿個迷思：魅力係行為，唔係命。講之前記住一個畫面，你成個人其實就係一件樂器。魅力唔係邊件樂器最新款、最大聲，係你調唔調得準、走唔走音。呢個畫面今集由頭跟到落尾。魅力唔係天生嘅命，係一件調得準嘅樂器。卡本尼做過好多實驗，結論好反直覺。魅力係有得教、有得學嘅。我哋成日以為魅力就係要夠大聲、夠識炒熱氣氛，走到邊都好 social。但佢話樂器有好多種，專注型、權威型、溫暖型、願景型，好似弦樂、管樂、敲擊，各有各把聲。即係話一個安靜內斂嘅人一樣可以好有魅力。佢係大提琴，唔使扮小號。呢個對好多打工仔嚟講已經係鬆一口氣。你唔使換一件唔係你嘅樂器，因為你夾硬扮另一件樂器，就好似咪嘴遲早穿，而且好尷尬。你要練嘅唔係換樂器，而係調準你本身呢一件。我天生唔係嗰種人，呢句唔係事實，只係一件冇調過音嘅樂器，幫自己愛嘅藉口。你裝唔到魅力，手一離開弦，成個音就散。魅力最反直覺嘅一點，佢由內而外係裝唔到嘅。卡本尼話：你個心諗緊乜，身體會出賣你。微表情、眼神、語氣，好似走緊音嘅樂器，一聽就聽得出。同人傾緊偈，你一路 have 聽，一路碌緊電話，一路諗緊自己下一句，對方係感覺到嘅，你個人根本唔喺度。呢種心不在焉，就好似手指離開咗弦，幾靚嘅樂器都冇聲。所以卡本尼話，魅力嘅第一塊基石係當下 presence， 全神貫注咁，成個人喺弦上面，即係當你同一個人講嘢，你所有注意力實實正正咁俾晒佢一個，冇飄去第二度。你試過就知，有人100%專心聽你講，嗰種被聽見嘅感覺好罕有、好深刻。一個真正 present 嘅人，好似一個投入緊嘅樂手，成個人喺當下，冇一個音符係心不在焉。淨係大聲唔係音樂，夠實再加暖，先夾得成一首歌。Presence 之後，卡本尼話魅力仲有2種原料，篤定同溫暖。篤定唔係惡，係一種我 hold 得住嘅穩，好似樂器夠實嘅低音共鳴。溫暖係我對你有善意嘅暖音式，兩樣要一齊。淨係篤定冇溫暖，你好有威，但係冇人想埋，似一件夠大聲但係好冷好硬嘅樂器。淨係溫暖冇篤定，你係好人一個，但講嘢冇人當一回事，似一件好暖但細聲到冇人聽到嘅樂器。你身邊實有呢2種人，一種好 nice 但冇份量，一種好勁但好難頂。
真正夾得成一首歌嗰個，兩樣都調到啱。點樣暖唔使複雜，記得對方講過嘅嘢，關心佢件事，真心睇到佢嘅好。點樣篤定，企直啲，講慢啲，唔急住填滿每一秒沉默。你唔慌，個聲自然沉，自然穩。咁你係邊一種？淨係大聲定係淨係暖？你嗰件樂器而家係邊一邊走緊音？人哋調你個音，頭幾秒就聽晒。卡本尼仲有個好殘忍嘅提醒，人哋調你個音，唔使等你講完，頭幾秒就聽晒。研究話，第一印象喺幾秒內就定型，而且好難改。你講嘅內容佔嘅比重細過你以為。點解有人一見面就答到？因為佢頭3秒俾你嘅係全副注意力，望實你，真心笑唔急。而最傷嘅一個動作，你一邊同人握手，一邊眼尾 scan 緊間房，望緊有冇更重要嘅人。嗰一下，對方即刻收到信號，我對你嚟講唔重要，俾你講錯任何嘢都傷。所以頭幾秒唔係靠你有幾叻，係靠你嘅眼神，你嘅笑。你有冇真係停低一個真心到眼尾都笑埋嘅微笑？一次唔趕時間嘅專注，就係你件樂器一開聲就準嗰幾個音。講真，我自己都成日中招，部電話仲揸喺手，人未坐低，我個腦已經飛咗去下一件事，然後仲奇怪點解冇人記得我。你走音唔係件樂器差，係你捏得太緊。講咗咁多，點解我哋做唔到？卡本尼話，魅力最大嘅敵人喺你自己個心入面。見大客之前個心離一離，面試之前手心冒汗，成日覺得我係咪唔夠班？呢種焦慮同自我批判會直接由你塊面、你身體流出去，好似一隻捏到死緊嘅手，點彈都走音。你越鬧自己唔好咁緊張，就好似同自己隔空駁火，隻手越捏越硬，個音越破。卡本尼嘅解法好反直覺，唔好同自己打交，接受住嗰種唔自在，同自己講句緊張好正常。佢仲有一招，諗翻一個好錫你、令你好安心嘅人，或者你曾經彈得好順，嗰一刻手一鬆，音就翻準。你會發現魅力唔係要你彈到零瑕疵，而係你唔再花晒力氣去掩住自己個抖震，手一鬆，音就準翻。你嘅緊張從來唔係要你彈得更用力，係要你鬆翻落嚟。由頭到尾，魅力學其實淨係想你明一件事。魅力唔係天生嘅光環，亦都唔係要你變成另一件更大聲嘅樂器，佢係幾樣嘢夾埋。你肯唔肯全神貫注咁喺當下頭幾秒，你有冇真係停低？你夠唔夠篤定？你暖唔暖？而呢啲全部由你個內在狀態流出嚟，你裝唔到，但係你調得準，你唔使彈得更用力。你只需要將你本身呢件樂器調準啲、鬆啲、真啲。輪到我以前一直以為魅力係得嗰啲天生會 social、一開口就好好笑嘅人先有。我唔係嗰種人，所以我一直覺得呢個詞同我冇關。睇呢本書之前，我仲諗學嚟做乜，又唔係叫我做 sales。但係揭下，我先發現佢講嘅根本唔係識唔識炒熱氣氛，而係你有冇好好調準自己。我諗翻自己頭幾年做嘢，我以為要夠搶、夠快、夠大聲，先會有人記得我。於是我成日繃到實一實，同人講嘢個腦一直後台運行緊，我下一句要幾醒，成個人從來冇真正坐喺當下。而家先明，嗰陣我唔係冇料，我係一路捏到太緊，件樂器一直走緊音。唔係我唔夠好，係我太驚俾人聽出我唔夠好。最戳中我嗰句係，佢話你唔使更大聲，你只要唔好再捏住自己。我先醒起，
原來咁多年，我從來冇試過鬆手，好好咁同一個人彈完一首完整嘅歌。我唔想再咪嘴，我想試下，就用翻我本來嘅音色，慢慢調準佢。魅力唔係要你變成另一個人，佢只係想你鬆翻手，做翻件肯好好調準自己嘅樂器。而你手上嗰件樂器一直都喺度，冇走音嘅你，其實一早就夠好聽。你哋仲想睇邊本書？留言話我知，下次可能就到佢。我哋用理性去對話，用閱讀去思考。我係阿蘭，下次見。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留言、開埋個叮叮鐘。